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19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电。台电伫即个拜一，因为有4部机组跳掉，电的备选容量降到只剩3%，赶紧启动买电的措施，有请台积电一寡用电的大户卖电予台电，则度过咱国内限电的危机。也若电钱即马是风声讲，一度是买8块至12块，算是买到上贵的价效，这是伫立法院引起讨论。另外，对拜二开始，桃园3天内已经发生7届的停电。台北的东区伫昨暗嘛有700外户停电。外界即马拢在回讲，咱台湾到底是毋是有欠电，也是咱的电网伤烂？准经济部长郭志辉伊表示，等伊上任了后，伊会整理国内电力，提出完整的报告。18早起7点外，桃园又搁停电，真侪业者无法度开店做生意。桃园市长张善政批评中央的能源政策真含糊。早上我们就做事做一做的时候，它就突然整个灯关掉熄掉了。如果一直跳电，就会很不方便。上会的能源政策有问题，让台电的财务不健全，让它整个系统维护的这个整个基础设施都没有办法做到位。桃园自昨日开始，大园、中立、高山等所在就停3变电，总共停电超过1万户以上。并定区附近17夜停电，18早起，桃园区甲龙潭区等所在1点钟久内停3变电，上久的一遍停超过7点钟。拜四暗，台北市东区也停电，台电讲是因为设备故障，造成大安区复兴南路一段到敦化南路一段，总共772户停电。台电伫咧19发生4部机组跳电，除了调配水力发电，也启动数量警戒。请台积电等用电大户支援电力，才闪过这边限电的危机。这一次的成本又要花了多少？有的大概8块钱，有的是比较贵的是10块钱一吨。12块不？因为你们还有一个弹性两层啊。2层，那个就12块。台湾常常出现供电的问题，大家就直咧关心，将要上任的准经济部长郭志辉要安怎解决水电的问题。综合这些意见，从我们台湾是不是缺电？那台湾可能要多少电，那才能够满足这个产业的需求？我希望我在上任以后有一套比较好、比较完整的这个报告，来向各位做一个详细的这个说明。经济部表示，去年公布的长期电力供需报告，盘点到2029年的用电供需。未来会伫咧郭志辉的带领下，继续推动稳定供电。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锋面离开啊，北部、东北部温度会小可回升，咱同齐看温度。今仔日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北部、东北部高温有26度至29度，也若中南部高温同款有30度以上，是30度至33度。气象署已经解除大雨特报啊，毋过即马也阁有水汽，所以伫北部、东北部同款是会有阵雨。明仔载拜六各地也阁平湖、金门，拢是侪分到好天的天气。那马祖是有局部短暂阵雨。过到了后，伫东北部其他的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要提醒乡亲，明仔载桃园到苗栗沿海较快的所在，也阁马祖、绿岛、红头树，拢有机会会透强风，拢爱细致。也若根据经济部水利署的统计，咱国内有21个水库，内底有14个即马欠水量已经无到4成，其中有4个是无到2成。伫科管理局即马已经要求厂商爱家己省水，爱省6%。也若水利署有表示，水库若是要等到较有雨水，可能就要等到5-6月仔的黄霜雨季。拜四早起的大雨，予最近水位一直降低的石门水库总算有水入来。根据水利署的统计，到18下晡3点前，石门水库集水区拢总增加100万吨的水，挖进石门水库一天的公共用水量，水位是219.5公尺，比起透早水位提高19公分。各界嘛关心水情的危机，敢是解除啊咧？我们相关的水的韧性计划不
不断的增加这个南北水的这个调动跟供应，那这个就是现在还在持续增加受力。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目前国内水情甲3年前100年大旱无同，也是陆续有伫落雨，因应大水期的尾声，会透过供水轮成的计划，稳定水资源调配。点开经济部水利署的网站，国内21座水库有14座水库的欠水量较无4成，其中有4座比2成较低。台中石冈坝9.6%，南投雾社水库19.8%，嘉义的仁义潭水库18.5%，台南北湖水库17.1%。经济部水利署回应会谨慎因应，多省水，那产业也自主节水。那所有的抗旱的备援措施，由北到南，我们全都盘点过的。我们从2月底自主节水就6%，跟过去5年来比各个水库也不是说今年是水位最低的，所以我想应该是可以度过难关。因应水情不乐观，德科管理局的厂商已经先签水车合约做预防因应。另外，石门水库灌区因为落雨无亲像以前遐尼济，目前采用轮灌。气象署表示，虽然方面小连续报道，不过对水情帮助无济。但是真正要解决水情，恐怕也是要听候到5、6月的黄霜雨季。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宝林地色食物中毒案也未查出结果。台北市的警察局长张英兴，伊昨昏伫市议会顶头，伊讲，虽讲检方也搁在调查，也毋过伊讲应该会当破案，就是因为讲出破案这2字，有议员就赶紧问讲，敢是查到有人下毒？也毋过伊赶紧背回讲，毋是下毒，是有较具体的结果，有重大发现。来关心联合报。美国的政治新闻 Political 报讲，美国的国会正在考虑透过国防授权法，对台湾出口关键武器的技术，和咱台湾会当生产防卫武器。一方面会当解决美国国防生产的问题，一方面佫会当强化咱台湾阻挡中国入侵的能力。来关心自由时报，咱的外交部哪亲像是有机密文件外泄，互藏伫境外地下论坛等等卖。不过外交部有去调查了后，回应讲，这个文件来源真可疑，应该是伫境外假造的是假。那外交部和相关单位即马已经正在调查。美国的《时代》杂志有公布2024年前100名上具影响力的人物，罗清德以台湾未来的总统这个身份入选领袖这个项目。总统府表示，这是国际社会对咱台湾民主成就重要的肯定。另外，最近毛风声郑文灿要去海基会，也毋过郑文灿也无正面的回应。也若年米10点的时，省政府的内阁第4波阁会公布新的人事名单。美国《时代》杂志公布2024年8大有影响力的人物，飞条执行长黄金芬是第一个新者这类，日本动画艺人宫崎骏入选《时代》上顶这类，也若伫领袖这类，除了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罗清德嘛以台湾准总统的身份入选。感谢《时代》杂志评选赖清德副总统为2024年100大影响力人物之一，这是国际社会肯定台湾人民所共同努力达成的民主成就。罗清德得到肯定，国防安全研究院执行长戴秉琦分析，罗清德除了是出球政治人物，嘛显示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全球供应链扮演真重要的角色，也有台湾在面对中国威胁和挑战之下，也是受到国际肯定。当我看到各位杰出的青少年志工，不但用心观察他人的需要，而且结合专业，以热情和活力、真诚行动，在志愿服务领域中发光发热时，我非常钦佩。关心青少年志愿服务的议题，罗清德关注内政议题，嘛兼顾外交。520就职进前，甲准副总统萧美琴17去外交部听业务简报。罗清德进前捌讲过，外交路线会错几偌随，即马新政府人事布局渐渐公布，国安人事甲两岸布局嘛受到大家的关注。有风声讲，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已经答应要接海基会当署长。关于人事的议题的部分呢，我们没有评论。外界推测，若由郑文灿接海基会，会是罗清德释放两岸对话交流的信号。现在郑文灿敢若留文字的回应，讲春暖花开较重要，互大家去想象。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伫1949年5月19宣布戒严，了后就进入43年白色恐怖无人权的日子。政治受难者倡议真久，希望甲5月19这天设做白色恐怖记忆日。昨昏行政院就宣布，对今年开始5月19这天是白色恐怖记忆日，敢若纪念无效假。希望民众会当了解威权统治时期国家暴力对人权的侵害，嘛爱同理受难者的遭遇，嘛提起执政者唔通阁犯同款的错误。即嘛有228纪念日嘛，但是咱需要一个白色恐怖纪念日，甲即个遮尔长整个社会受害的这段时期，咱有一个记忆日。长期关心转型正义的王美秀，为去年9月开始倡议白色恐怖记忆日，依靠一群民间团体、政治受害者、学者斗阵游说政府。今年3月，佮参总统蔡英文见面，总算拜市行政议会宣布，当年的5月19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如果没有一个记忆日或纪念日来帮助台湾人民记忆，并且深切反省这个对社会影响这么深远的历史伤痕，将会是政府在推动转型正义工程方面功亏一篑的大缺憾。519宣布戒严，伊是为520的凌晨开始实施戒严，整个社会甲所有的人的自由，为迄天开始被冻结起来。519白色恐怖记忆日纪念历史无放假。后个月519就要到，行政院也请文化部参国机关办相关教育文化活动。我敢若知影许习图不见了，也到底有没有被枪决等等都不知道。后礼拜民间团体也办白色恐怖影展，以电影反省历史，会当互咱的历史的记忆，会当进入到全国各地，进入到我们的土地，进入到我们的社会，进入到我们的校园，进入到我们人民的记忆里。王美秀讲，未来希望参文化部合作，把白色恐怖记忆在地化。伫519迄天，串联各地的文史团体，伫全台每一个市讲在地的白色恐怖历史，期待变做促进转型正义的力量。记者郭不跟林玉凯台北报道。其他消息，上新消息来关心新北市淡水的小中寮一大做泡面的工厂，伫昨暗10点外发生火灾，透天3楼的工厂全拢烧了了，那火是伫今仔日透早已经拍花。火灾是发生伫淡水的小中寮这间做泡面的工厂，消防是出动57台车、132个消防人员去拍火。新北市的环保局嘛有伫边仔监测空气品质，主要受影响的范围是伫淡水。那工厂内底有真侪化学药剂，加在无人伤亡。新北市长侯友宜有表示，即马火已经拍花，嘛有监测空气品质，目前监测器的数值拢伫正常的范围。另外，昨暗7点外时，伫宜兰大溪一大边高道是发生轿车伫边高道出去弄到阿摩头角，嘛掉伫铁轨路边，险是要通过的普悠玛列车去烧弄着，加在火车有冻点，即嘛造成火车慢分。尾也是伫昨暗9点50分的时，才开互这个所在双向通车。即嘛事故的原因还阁调查。太多过火列车速度放慢，经过并高道，边仔人看到一台轿车去弄到并高道的阿门头墩，等拖车来救。18暗7点外，宜兰大溪乡武兰路并高道发生一台轿车弄入去并高道河拿，掉伫咧铁轨路边仔边坡。当时警铃后置有响吗？没有，完全都没有，都没有响，那个都没有啊，都没有响啊。你不发监视器吗？你按那去调掉啊，对啊。你是我这个都失控收嘛，对不对？这老车那个轮胎还有。意外发生了，一台本来要经过250次普悠玛号，受到并高道固定系统侦测到有异物侵入的警报，启动列车防护功能，紧急停车，无去弄到。列车退转去四城站。前44分钟了，暗时8点03分通过。那时候并没有列车经过，所以平交道是正常，也没有放下。详细还是要调阅监视器。19点23分285次的普悠玛司机员有通报。为了要配合公路吊车抢救作业，宜兰到大溪西正线断电封锁，改行单线双向，一直到暗时9点50分才恢复双向通车。好在在这件意外无造成另外的伤亡，事故详细原因也搁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关心俄罗斯的间谍行动，即马互看破骹手。18时伫波兰有抓到一个替俄罗斯咧做事的间谍，伊是要去暗杀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另外伫德国嘛有抓到2个俄罗斯的间谍。德国嘅检察官18日宣布，伫德国逮捕2位德国籍俄罗斯男子，其中一个人被指控对包括美国军事设施在内等目标，用炸药或者是放火发动攻击。 目的是要破坏对乌克兰的援助。 Insbesondere auf militärisch genutzte Infrastruktur und Industriestandorte. Beschuldigten, der ebenfalls festgenommen worden ist. Und der erstgenannte Festgenommene hat dann nach unserer Erkenntnis diese Informationen, die die beiden gesammelt haben, an eine Person weitergereicht. Denn nach unseren Erkenntnissen hat er zwischen 2014 und 2016 in der Ostukraine für die sogenannte Volksrepublik Donetsk gekämpft. 对此，德国调解俄罗斯大使伫进前，克林姆林宫表示无相关知情。因那伫波兰时逮捕一位波兰籍的男子，伊涉嫌替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做间谍，参加这回暗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甲波兰东南部瓦郡乌克兰边境一座由美军控制，而且互泽伦斯基会当出入的机场的安全资讯交予俄罗斯。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另外一个无平静的所在是伫中东，伊朗伫顶礼拜对以色列发动飞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了后，虽然是无造成偌严重的损害，不过中东的局势即马是真紧张，所以包括美国、欧盟甲 G7 的国家，拢同意即马要对伊朗采取更较严格制裁。 针对伊朗进前用飞弹甲无人机攻击以色列，欧盟27个领袖17决议，要对伊朗采取更加严格的制裁。这场攻击发生伫以哈冲突发生6个月后，引起中东战火的扩大忧虑。欧盟国家领导人拢谴责伊朗的行动，搁再声明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进前以色列也表示要对伊朗展开报复，暗过无说明具体会安怎进行。欧盟当时敦促以色列爱冷静。 We feel it's very important to do everything to isolate Iran, to engage with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so that we can try to support a peace process, to support peace talks. 一寡新国家建议，新的制裁必须阻止伊朗向中东代理人运送飞弹甲无人机。美国就宣布，除了会制裁伊朗的武器计划，嘛会强化中东地区防空甲预警系统，进一步削弱伊朗武器对地区的威胁。伫这礼拜举行的 G7 外长会议，轮大主席国意大利当地推送加沙停火。意大利外长伫会前访问中提起 ，G7 国家对伊朗的制裁范围会包括武器制造商。 C'è stato di fatto un consenso unanime sulla volontà comunque di infliggere sanzioni a tutti coloro che danno droni e armi e missili a chi attacca Israele o a chi attacca le navi nel 中东紧张局势升温，亚地区全球油价波动。专家指出，因为伊朗攻击以色列造成损害有限，国加美国原油的存量增加，中国需求较软这因素，互这礼拜油价连续刷3天落价。不过未来也是因为各国新的制裁，也甲以色列是不是克制行动会有影响。公司新闻两岸编译。 美国伫今年要进行总统大选，美国总统拜登要寻求连任，又去关键摇摆州宾州去拜票去邮票。伊17日时伫做更替的匹兹堡对基层的劳工话话，伊讲伊要重新来进行美国的制造业，伊嘛提议讲要对中国进口的更替加扣3倍关税。 Run fairly low because China's steel companies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making a profit becau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subsidizing them so heavily. They're not competing. They're cheating. 第总统大选输赢的关键州宾州，拜登对更替重要的生产地匹兹堡的劳工，算是打击无公平的竞争，呼吁甲对中国更替阿鲁米产品的关税，为目前的7.5%，一个手增加做25%。 If that investment confirms these anti-competitive trade practices, then I'm calling on her to consider tripling the tariff rates for both steel imports and aluminum imports from China. 为着摆互对手川普的保护主义较占赢，拜登讲会甲西位墨西哥运输要闪过美国边境税中国公司采取行动。另外，日本新日铁公司讲定收购美国更替公司的交易，拜登嘛搁一概表示反对。And it should remain a totally American company. American owned, American operated by American union steelworkers, the best in the world.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嘛伫迄天宣布对中国造船、海运、甲物流领域的贸易行为展开301调查。戴琪伫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伊讲10年前中国补贴式的竞争已经伫太阳能电池产业严重损长美国，即嘛都要随做行动，保护本土电动车的竞争力。就算拜登强调讲，无想要甲中国起冲突，敢若想要公平竞争，而且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中国商务部也是表达强烈的不满，指控美国是因为国内政治的需要来发起新的301调查，中国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捍卫家己的权益。国际新闻是会长编译。印度队今仔日开始，因要进行国会大选，已经执政10年的总理莫迪嘛要搁拼连任。执政党是透过社群媒体咧拍选战，严格即嘛是互穆斯林的团体批评讲，莫迪的政府带头讲一寡有诶无诶有偏见的言论，互这宗教冲突愈来愈激烈，嘛出现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民众反复的声音喊袂停。今年1月，印度北部的罗摩神庙盛大启用，几路成为印度教徒欢喜庆祝。不过，神庙起的所在进前受一座古老的清真寺。伫1992年发生的一件宗教暴力事件，唔但甲伊斯兰教这个重要的建筑物杀到母边，也造成穆斯林承受正大的伤痛。几路10年来，两边一直发生冲突。像库雷西的兄弟，伫今年2月一场反穆斯林的骚动被抬死。到即马，因心情抑阁放袂来。库雷西认为这场杀害是有源头的，伊有注意到，伫印度即马要大选啊，社群媒体 FB 或者是通讯软体 WhatsApp， 常常有一寡有煽动性的内容，一寡影片甲文字，恐惊就是造成宗教暴力事件的凶手。इससे तनाव बढ़ जा रहा है लोगों में। इनने यार ये नारे लगा रहे हैं, पब्लिक भड़क जाएगा, मुसलमान भड़ गए या हिंदू भाई भड़ गए, इससे तो और माहौल खराब हो रहा है ना। ये तो माहौल को समझाने की बजाय और हिंसा रहे हैं, लड़ाई के मुद्दा उठा रहे हैं। तो 印度80%的民众是信印度教，穆斯林是少数团体。现任总统莫迪伊上任了，就大动作提高印度教的地位。伊是一个正会晓使用社群媒体政治人物。X 靠数有超过9000万人追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伫过去几遍大选，就定定伫社群媒体发文拍选战，也宣扬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हाँ, ये कह सकते हैं कि जो भी कार्य धरातल रूप से किए जा रहे हैं या पार्टी कर रही है, नरेंद्र मोदी जी की सरकार कर रही है, वह सोशल मीडिया पर एक माध्यम है उन्हें युवाओं तक पहुंचाने का या जनता तक पहुंचाने का। उस माध्यम का उपयोग सोशल मीडिया के माध्यम से हम कर रहे हैं और कार्य जो हो रहा है वह धरातलीय रूप से हो रहा है। 穆斯林团体批评政府带头伫咧社群媒体发布有偏见的言论加报道，将可能会造成反对穆斯林的环境。不过，印度人民党是否认这种讲法，因讲政党伫咧网络顶发表的言论，拢有遵守严格规定，未挑工对抗任何人或者是任何宗教。公司新闻牛眼编辑。今仔日国际上抑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巴勒斯坦申请加做正式的会员国这个案进行投票，因为上任理事国美国投反对票，若英国和瑞士是投弃权票，尾也是无过关。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即马谴责美国无公平、无道德、无合理。继续关心印尼巴苏拉威西省首都洛昂火山拜三开始大规模喷发，嘛有人受伤。印尼有发布警报，嘛有超过11000人互要求爱赶紧撤离。印尼的当局一警告讲，若是火山放气落落去海里，无排除会引起海啸，所以呼吁警戒区的民众爱紧走。来关心英国政府发表一份新的香港半年报告，针对港版的国安法，英国是表示这已经违反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即马是进入检查思想的年代，因若香港的保安局伊嘛交予香港立法会有一份报告，这份文件内底是有写到自2020年通过香港国安法了后，即马已经有291个人因为违反香港国安法互抓去，上细汉的敢若15岁，上济岁的是90岁。
镜头个转来咱讲来，咱来关心台中有一个生出来年母，伫顶年底时涉嫌苦毒一个囡仔，这个会外的囡仔经过24天抢救了后，尾也是不幸过往。检方甲这个年母起诉了后，经过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的审理，昨昏一审宣判，判这个生出来年母9年3个月有期徒刑。也毋过囡仔的爸母认为判伤轻，讲一定会上诉。我很悲伤啊，然后我也很愤怒。想到查某囝桃仔李小姐是挡袂牢哭出来。2022年11月，伊当初才拄满一回桃仔，互生出来灵母苦毒紧急送病院，经过抢救24天，共款是因为受伤伤重过身，死因是受力性脑伤。生出来灵母互移送法办，18中昼，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一审宣判，生出来灵母互判9年3个月有期徒刑。但是桃仔的爸爸妈妈认为讲实在是判伤轻，无法度接受。我们无法接受这样子的刑度，所以我们一定会再上诉。虽然不知道上诉还能不能再加重这个刑度，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为我的孩子争取公道。桃仔的爸爸妈妈本来是希望国民法官会当判无期徒刑，因为这生出来灵母伫案发了后是甲监视器的画面拢拆掉，而且对精神期间甲担拢无承认苦毒囡仔，完全无后悔的意思。因认为国民法官伫短时间内是无法度完全了解规个案件，才会判遮轻。台中地方法院是表示讲，国民法官已经参考斟酌相关的条件。本件国民法庭量刑的主要理由是基于被告造成1岁孩童的死亡。犯罪行为恶性重大，且犯后仍然否认犯行，未见悔悟之心。另外参酌相关的科刑条件，作出以上的判决。台中地院讲，9年3个月的刑期是包括成年人故意对囡仔伤害罪，和成年人故意对囡仔伤害致死罪，佮判生出来灵母3个月和9年的徒刑。桃仔的爸爸妈妈强调一定会上诉，无希望这种灵母佮去危害佮较侪囡仔。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案件，这是一回的查甫囡仔凯凯互年母苦毒死亡的案件。北检即马依照苦毒、虐待儿童、妨害身心发展致死罪，甲细路的年母姊妹起诉。若这个案件同款会是由国民法官共同审理。儿童福利黎明圣诞的社工这部分会阁继续侦办。民间团体认为讲，司法除了爱讨公道，搁较重要的是爱有防这款代志发生。因若即对细路的年母姊妹已经互起诉昨昏伊嘛移审台北地方法院，也毋过法院是裁定继续收押禁见。凯凯案惊动社会，北检侦办细路的年母姊妹涉嫌甲1岁查甫囡仔零知识，18侦查终结，依照凌虐儿童、妨害身心发展致死等罪嫌起诉姊妹这案会由国民法官共同审理，相关的证据甲具体的求刑会伫审理程序当中提出。因2号联名圣诞的社工的部分是另外一案侦办当中。刘姓被告2人均提起公诉，所犯罪名为刑法凌虐儿童致死罪、成年人故意对儿童施以凌虐而妨害自由，因而致死罪、成年人故意伤害儿童致死罪。以上2罪，并应依儿权法规定加重其刑至1/2。因为被害人是未成年，依据儿少法还要再加重其刑1/2，因此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或者是1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律师也进一步说明，因为本案会由国民法官来审理，为着避免让国民法官成立为主的观念，检察官未对量刑来表示意见，也未先对外公布证据。民团是认为，除了司法行公道，更较重要的是爱安怎预防虐待囡仔案件发生。最主要是制度吧，还有一些有关单位的权责问题吧。每个人都像踢皮球一样嘛，反正出事情丢给其他人来负责，这样就好了。对，司法是必须要给孩子一个公道，这是最后的一个公道。但是它的意义只是让大家心里好受一点。难道我们只能每一次来要求凶手的重判吗？为着避免遗憾的代志一再发生，王美君表示，4月27日要上凯道一会，提出4大诉求，对规个系统进行检讨，希望由中央来组织，启动跨部会的联络，建立10层的绩效保护网。记者综合报道。
其他的消息来关心，台湾东洋药品公司伫疫情的期间有直接要去买德国 BNT 的预防车，即嘛是逼出有内线交易。前总经理徐俊良利用采买无成功，甲股票权证卖掉去趁钱。苏联的检方对早发现讲，徐俊良嘛涉嫌甲公司的资金乌了了，佮逃走税。规关那马上一关有146个人被告，不法所得加起来是超过3亿。目前苏联的检方已经甲徐俊良等14个人起诉。疫情期间，国内正需要疫苗。台湾东洋药品公司到去采购德国的 BNT 疫苗，前总经理徐俊良是互检调查出涉及内线交易，佮查出涉嫌申报不实的药价，拢总有146个被告涉案。检方10月终结，才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这罪嫌，起诉徐俊良等14个人。是被告等之犯罪所得，除于侦查中经查扣及缴回，共16535万元外。其余上亿元之不法所得，亦均依法申请法院宣告没收。代志是发生在2020年8月，东洋和上海复兴讲 BNT 疫苗的代志，而且和疾管署讲采购疫苗的部分，10月12公开重大信息，但后壁和疾管署对疫苗采购的数量和计数无法度达成共识。东洋11月初3停止授权，嘛公开重大信息。我们完全配合政府的政策需要，因为到底政府要采购多少，这是它的配置的问题。那但是我们是先去争取到个可以供应的最大额度。检方查出徐俊良连2摆重信发布进前是通知员工和亲友团，在禁止交易期间，趁机会买卖权证还是股票，涉犯内线交易，不法利得2,413万。检方在敲找东洋员工和亲友住的所在了后，佮发现徐俊良涉嫌甲公司的钱拢污走佮逃税，犯罪所得加起来3亿300万，扣已经查扣的1亿6535万，其他拢申请没收。有罪就该罚，但是我这里要强调的是，3年多前，政府如果跟 BNT 赶快谈妥疫苗，让我们的乡亲父老能够及早打到疫苗，也不会那么多人枉死。东洋公司它必须要去面对社会大众，然后这个部分他该负的责任，他还是要负责。东洋发声明回应讲，在采购疫苗的过程中，发现股价波动，主动申请柜买中心来调查。另外，徐俊良违反税关稽征法，嘛在接到检举了后，启动内部调查，主动向刑事局来告发。单位强调，对可能不法的行为，拢主动提出调查，而且会全力来配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咱来去关心4月初3花莲大地震了后，中山大学下冷血研究团队就随坐新海研3号去花莲外海的地震中心附近，针对地震的沉积物、水面，抑个海内底气体高度去做采样，要做研究，而且嘛监测到伫花东海盆有出现各蒙各雾，若相关的资料拢会早登去研究，希望了解地震线海底环境的变化。把火金车放电侦测系统放落海底，伫海底发出声源来做探测。初3花莲地震了后，中山大学等下冷血的研究团队，初8搭新海研3号为高雄出发，去花莲外海的地震中心，针对包括地震沉降物、水面甲水底气体高度等做研究。温盐深移，然后还有大胆的荧光，还有浊度探针，然后试着看说海底这是地震对海底下的这些水质的讯号是不是有像是甲烷啦或者是而且温室气体啦是不是会造成一些改变？伫6、7级的风影出海，台湾头一届会当伫地震了后第一时间来收集资料甲样本。团队伫地震中心附近监测到伫花东海底盆地真罕见的雾落站。地屋溪口760米的地方，大概可以看到约100公尺深的浊流层，雾浊层。那在正央附近是更深，我们可以看到2700米的水深，足足有大概700米的雾浊层。团队推测7.2的地震互陆地土石崩落，经过入物体流落海底，海底地层同款因为有刷位等等的因素产生崩落。在土石地势局部的海水变弱，才会形成这么高的雾落站。这个地震甚至嘛，让海底地形产生变化。另外呢，也在我们的海床上面发现了一些可能是这次地震之后所造成的沉积物的累积，它有点像是在我们的海床上面多出了一个小丘陵一样的形状。团队在海水等等的样本伫12档啊，甲高雄，准备做进一步的研究甲分析。透过这个摕到珍贵的资料，甲过去的资料做比较。来了解地震对海底环境的影响等等，
希望会当找出规律性或者是形成的原因。进一步伫近海地动的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记者综合报道。地动线即马苏花公路的交通大受影响，毋但影响花莲的观光，即马台东的观光嘛受影响。台东的观光业者就讲，因即马互退房退了，连票纸嘛拢退甲剩3成尔。台东县的观光业者有同齐去认情，因呼吁中央爱重视花东的问题，爱赶紧提出振兴花东旅游的方案。30外个台东地区的观光业者做伙去台东县议会认情，表达花莲地动了后，台东的旅宿业受到苏花公路的损害，小连续航退房，团客无来，散客嘛减少，尤其是票纸就要到啊。台东县热气球节旅游的大月，平均的订房率敢若剩3成，比往年有甲8成的订房率是减真济。烦恼长期落来会有饭店经营袂落去，希望中央甲花东看作是一体，提出具体进行旅游的方案。以往都有6成的订房率，现在只有剩下2-3成，连暑假也在退订，这样是很可怕的，影响到我们在地游览车接北部客人的生意。那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现在游览车的生意，大概目前最少都掉到6-7成左右。有业者表示，游客买来的上大因素是对地动了后的交通无信心，环岛的行程全部拢去用取消。不过，嘛有业者认为讲，政府颠倒会当趁这个机会，好好发展，而且补助南势公路的旅游，透过海陆的接驳，提供另外一个花东旅游的选项。可能大型的邮轮没有办法啊，但是中小型的邮轮应该它有机会来克服有关苏花公路大家没有信心的这一段。中央如何来协助我们，尽快来把这一段，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就能够为台东带来更多的旅游的客人。官府表示，今年hiệu热开8000多万举办的热气球节活动，烦恼会受到冲击。不过，已经有透过各种影音宣传的管道，对外宣传台东旅游的安全。不过，也是会向中央传达台东观光业者的心声。在地动了后，进行旅游的方案内底，把花东看作是一体的，做伙来复兴。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是海岛国家，咱嘛即马热天要到啊，嘛是耍水的季节。要去海底看海里的世界，除了是排上色，就去畅水味。即马嘛流行一款自由畅水，就是无排任何的装备，安尼看起来是较方便、较自由。啊，毋过事实上，自由畅水味算是一款极限运动，是有危险性的。所以交通部观光署即马有定出相关的规定，要维护这项游运动的安全。无排氧气罐，禁一口气落去畅水，看起来轻便的自由畅水味，其实是有危险性的。观光署这几天宣布修正《水域铁佗活动管理办法》，将自由畅水味加入条文当中，规定要自由畅水味一定要有相关的证照，带人去自由畅水味的业者也要有教练的能力证明。其中也规定，一定要有熟悉该区域的人做伙才通进行。针对安怎才算有熟悉，观光署表示，这袂当用同一个标准，因刷落来会一区一区去做评估。后续我们会跟这些从不管是业者还是学术单位，我们会分区去做一个讨论，然后我们会做一个水域油气的一个相关的指引方向的一个 guidebook 做出来以后，我们也会给各位就是各水域油气管理机关去参考。长期推广自由畅水味的台湾自由畅水味协会认为，有相关的规定会当依循，对这项运动是真有帮助的。不过，因也表示，自由畅水味的发展性真多元。目前一个教练一届带4个人的规定，对个人来讲是标准的要求；对观光的商业发展来讲，算有较严格。我今天假设想要做一个渔猎体验，那大家都有证照的情况下，我可能可以带6个人、8个人，这个是未来的商业市场有可能出现的面向。协会表示，毕竟台湾四边拢是海，要熟悉海洋上好的方式就是畅水味。因希望法律对这项运动的保障会当愈来愈完善，不管是对业者也是对人客，让愈来愈侪人来认捌安全参与。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
生活消息来关心，高雄已经对外宣布打算要成立咱全台湾头一间台语的实验小学。也那台南这边有议员是认为讲，伫台南府城广播剧的人口嘛真济，认为台南嘛应该爱设立。台南市的教育局是表示讲，事实上对1805年开始，口鼻国小就已经转型做实验小学，有拍拼在推广台语和西拉雅族语。台南伊嘛讲，台南未来是有学校愿意转型，地方政府嘛会积极斗相共。囡仔对老师做伙唱歌、留文本，就算课文拢全落，因照常念甲真煞拍。这是台南口鼻实验小学咧复正保育课程。最近高雄要成立台语实验学校的议题引起讨论。其实口鼻国小对1805年就拍头阵转型做实验小学，毋但推广台语兼顾西拉雅语，团团效果真好，侪家长赞声支持。真支持啊！因为毕竟啊，咱台语是咱国内一个母语啦，吼。嘛希望大家的囡仔会当拢学习遮遮侪物件啦。针对西拉雅甲台语这两个语言，拢是非常重视的实验小学。原本拢干那一节，咱拢1到6年级有3节，总共伫台语的部分，咱都有5节课。为了让囡仔对罗马拼音袂惊吓，校方对1年先拍基础，伊嘛出版4本专题教材。校长讲，伫无共的学习阶段，因会参联合课程做结合，将近50%会用母语来上课。台语相关课程总节数上少有16节，真正落实浸水式教育。有学者认为，爱鼓励囡仔伫黄金时期学母语。对语言的学习啦，伊愈早愈好。伊要调北的机会就其实真大，所以咱嘛真赞成讲，真细汉咱就予囡仔学读甲写因为听甲讲可能较简单嘛，读甲写，咱就要为愈细汉开始愈好。体育课啦艺术课啦这个课程我会加一个台语啦来咧上课。阮家己的校本课程呢是在地游学。找一个景点做一个深入的教学，所以阮带出去嘛是专程拢使用台语。台南无民意代表认为，市府爱争取成立台语实验学校，教育局认为爱学校社区家长有共识，上界重要嘛是爱创造讲母语的友善环境。未来若学校有意愿转型，教育局会协助校方提出实验计划。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养伫家己的义德国小头德分校，因为少子化影响，这个所在对2021年开始已经停办。经过2冬的时间，嘉义县政府整合相关的资源，把这个坑得用的所在，即马转型做公用托育家园，要互在地少年爸母，要提供因照顾细汉囡仔服务。全新的设备甲环境，佮有专业的幼儿教育人员，这原本是嘉义县义德国小已经废校的头德分校。透过引进亲像监视器监控幼儿心理状况的这些设备，佮有专业人员进驻，要来服务少年爸母提供托育服务。那如果没有从幼儿时期开始的话，那我们的青年朋友的话，他可能会为了就业，那孩子就移到外面去了，孩子也顺便带走了，那少子化的情形会越来越严重哈。嘉义县义德乡的义德国小头德分校，2022年就正式停止招生。即马内底一寡空间嘛提供予消防队暂时使用。嘉义县教育处社会局甲义德国小合作，提出计划向中央争取补助，互即间坑咧用的废校会当活化，摕来做公共托育家园。咱地方非常的欢喜，嘛非常欢迎啦，因为会当将这个会校再利用包括我们以后将来的长照也会到这边来做一个上课。这个公托家园囡仔启用，暗算会当收12个出世到2岁细汉囡仔，目前内面已经5个。嘉义县社会局表示，义德乡毋但是偏乡，阁是嘉义县高龄化人口前3名的乡镇。社会福利资源过去较侪拢是伫长照方面，希望透过成立公共托育来服务少年爸母，改变在地人口流失的情形。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2024年世界德甲论坛是第12届，是头届伫咱台湾举办，有超过200个国际上德甲专家来到咱台湾，针对国际上情形摆摊的问题，因透过分享和交换意见，要讨论安怎互德甲达到创新，佮有循环经济。来自30个国家，超过200位国际德甲专家学者。
来到阳明交通大学参加2024世界德雅论坛，这是头摆争取到在台湾举办，大家共同讨论安怎让德雅发挥更较大循环经济用途，把这个机会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德雅产业，让世界能够看见台湾在过去从永续发展、循环经济以及族文化推广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次的世界竹论坛以及博览会，相信将成为全球的竹产业能够带来新的启发跟动力。5天的活动中，可以带大家去德雅的山区南投，去看这几年台湾在德雅产业的发展过程，能够让全世界的好朋友能够看得到台湾在竹的文化跟竹的产业上面有各种不同发展的面向。我们会带这些所有的全世界的好朋友到我们的产地上面去看到我们竹的发展。现场还有展出德雅相关产品，其中让大家上好奇的，就是利用德雅做出来的环保餐具。竹子最大的好处就是来自于大自然啊，它循环非常的快速，成品比纸类稍微贵一点。可是这一个技术如果大面积来推广的话啊，它是可以比纸类甚至跟塑胶是一样的。农业部指出，透过活动，希望以创新研究、技术交流来帮助台湾德雅产业走向国际，包括德雅未来会当带来更较多的经济价值。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为着要让咱本土的文学会当振动起来，台北嘅台湾文学基地有规划一个文学改编做舞蹈的计划，其中有一出叫做《走跳人生》，是改编自咱台语的文学作家陈明仁老师的台语诗。负责编舞的导演就表示讲，这个作品是在探讨人生的角色和生活的意义，可以有真丰富的创作的灵感。希望会当透过舞蹈，让大家看到咱台湾优秀的台语文学。人一出世就先哭，不是爱哭，是要哭，出世做人。演员当地排练的这段舞蹈是改编自作家陈明仁的台语诗《寇甲笑生命纪事》，经过导演蔡精成编舞，甲文学改编做舞蹈创作《走跳人生》。伊表示，家己初初在读台语文学的时，对文学真兴奋，不过当伊听到陈明仁有声彩的台语配音，伊的感情甲情绪随绑定起来。嘛，因为台语的音乐性，互伊在编舞的时有丰富的灵感。他在提到。就是零星勒招种啊，零星勒招吹这件事情，那对我来说，就是我们常常很奔波啊，很辛苦，所以从他的诗作里面，同时就是跟演员或者是我自己的生命经历去发想其他不同的故事。走跳人生用舞蹈来找出每一个人的人生角色和对生活的体会。表演者认为，透过舞蹈会当让愈侪人了解台语文学的多样性，对因来讲是真有意义的演出。因为这出舞作会伫咧台湾文学基地主办的文学改编舞蹈计划当中演出，因希望未来嘛当用愈侪方式带大家来认识台湾文学。这个改编的这项代志，就是会使让更较侪人知影讲哦，反正你可能本地。感觉讲台湾文学可能是一个足歹去亲近的一个物件，也是讲一个无生行的物件。毋过就是以即摆的经验来讲，我感觉反正会使互更较侪人知影讲，其实台湾文学其实都是咧讲咱。大概辛苦边的一寡故事。母语的创作，其实它的这个很多的不管是一种价值观，或者是他对身体很多的感受，其实会跟华文写作应该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这次是特别跟文化部是争取母语的补助计划。那我们把文学，尤其是母语转译成当代的舞蹈，有更多的可能。主办方表示，这届走跳人生的表演会在4月22日这礼拜6和礼拜，在台北的台湾文学基地正式演出。另外，为着要推广母语，逐个月伫遮嘛拢有台语绘本讲故事的亲子活动，希望大人囡仔拢通对无共活动来找到家己和文学甲母语的连结。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在镜头来中华，清朝的嘉庆年代这个时阵起的。中华鹿港的文武庙，即马是中华县的县城古迹，内底包括文书、文开书院，还有武庙3个建筑。也毋过因为这个建筑年久月深，壁面啊、厝遐拢有壁损，所以鹿港电工所伫昨昏就举办整修工程的开工典礼，按算伫3年内要完工。
主祭官手野清香祭拜，祈求整修工程一切顺利。清朝嘉庆年代起造的鹿港文武庙，年久月深，壁面厝下出现壁损，整念地砖也损害。鹿港镇公所争取到经费，伫18这天举办整修工程开工典礼。早期嘛，当讲吼，是咱即个鹿港地区，就是咱这文教以及咱地方这信仰的一个中心。这次吼，咱嘛是针对一些墙壁，个像屋檐以及我们地坪的一个修缮。总经费是7080万。那也期许说施工完毕之后，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文开书院呢，能够呢变得更加的这个多功能性。鹿港文武庙是中华关定古迹，内底包括文书、书院甲武庙，是早年重要的文教甲信仰中心。其中文书是当时文人聚会的所在，捌举办过艺学甲诗社，培育出真侪人才。今年4月初地动，有号庙内壁损的所在小可变大，但是建筑师讲无影响到整体的结构安全。大部分看起来是拢会当搁伫修复范围内底啦，所以即届地动部分，咱有受影响，但是并无介大。顶头搁有一寡泥塑即种灰做部分落起来啦，大部分搁拢足完整咧。咱希望讲透过即届工程，互咱即个结构体甲文字保存会当搁永续的留存下来。鹿港文武庙修复总工程费拢总7080万，由鹿港镇公所负担1858万外，文化部补助4600万。中华县政府补助600多万。第一期工程先整修武庙，第二期修复文书，预计3年来完工。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早期的农产社会种产牛是真重要的，不过即马时代改变，用牛犁产已经大大互机器取代。为着要互咱的下一代会当知影牛犁产的文化，高雄的西湖国小就牵牛入去学校，结合台语课程，互囡仔体验饲牛、摸牛，佮用牛屎来再利用做粪芳，嘛互囡仔认捌咱早期农村的模样。摸牛甲。功课稳当当。西湖国小有牛老师来上课咯，伫队长的带领，囡仔用手轻轻摸牛、饲牛、食草。学校安排即摆牵水牛的神农体验，佮结合台语的课程，甲囡仔介绍过去农村社会牛甲牛民的关系。囡仔会当遮尔近距离甲牛互动，拢感觉真新鲜。第一次知道它跟树一样有那个年轮。之前从影片上有看过牛会反刍，可是第一次看过。防臭。刚才迄是用什么款物件做？用牛粪。课程当中，讲师也用台语，甲囡仔古早时代农村俗语，亲像是摸牛头会出头，摸牛喙大富贵。牛耕队的队长表示讲，即马侪囡仔唔知影牛阁会当做田，是农民重要的朋友。过去伫田庄，便若是初中的工课，拢爱靠牛做伙完成。就是互因亲身来甲伊接上安尼，互因对较早咱的农业时代的一个真有代表性的动物，会当互因更较熟悉安尼。除了甲牛互动，其实牛屎嘛有路用，牛屎再利用会当做成粪芳，学生囡仔拢算甲真欢喜。学校毋忘透过浸水式的课程，互囡仔有一摆趣味的神农体验。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再去看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7度。外岛17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